歡迎大家收聽 ePrice 嘅 channel， 我哋嚟聽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回應放生疑慮，三星官方表示唔會放棄 S Pen。喺2011年 Samsung Galaxy Note 首度帶嚟咗 S Pen 出紅筆，10幾年嚟一直都係三星手機嘅指標性特色之一。但係喺 S25 Ultra 上面取消咗藍牙功能，就引發咗外界嘅議論啦。不過近日三星官方已經確認未有打算放棄 S Pen。S25 Ultra 由於喺今年嘅發佈會上面完全跳過咗 S Pen 嘅介紹，並且聲稱因為使用率唔高 ，S25 Ultra 取消咗 S Pen 嘅藍牙連接遙控嘅功能，加上之前 C Fold SE 直接唔支援 S Pen， 接連對 S Pen 開刀，就令人憂慮佢嘅未來啦。甚至有傳明年 S Pen 就要同我哋講拜拜。外媒 TechRadar 趁住 MWC 2025向 Samsung 求證。Samsung 英國手機產品與行銷副總 Annika Bison 就解釋話，多形態使用對三星嚟講非常重要。大家除咗用手機嚟打電話，仲會喺會議之中嘅寫作呢啲場合度使用，所以佢認為 S Pen 一直都係三星產品入面一個不可或缺嘅部分。Annika Bison 強調，而家當我哋見到 Samsung S 系列 Ultra 手機嘅時候，馬上就會聯想到 S Pen。Samsung 將 S Pen 視為 Ultra 等級產品體驗嘅一部分。調查結果亦都顯示，好多嘅使用者都樂於使用 S Pen， 呢一個係 Samsung 相當自豪嘅產品特色。Bison 亦都認為 S Pen 同塗鴉轉圖像等等嘅 AI 功能相得益彰，睇得出 Samsung 依然相當重視 S Pen。除咗官方嘅背書，即將推出嘅 Samsung Galaxy Z Fold 7有傳為咗減少機身厚度，移除咗螢幕嘅電池感應層，咁將會無法支援傳統嘅 S Pen。但係公司將會用唔同嘅技術製作全新嘅 S Pen， 令到 Z Fold 7都能夠繼續支援呢一個功能。我哋再嚟睇下另外嘅一段新聞。小米 15T Pro 現身 IMEI 數據庫，預計搭載天璣9400 Plus 以及7000 mAh大電。近期小米先至啱啱推出咗小米15 Ultra， 但係就有外媒已經喺 GSMA IMEI 數據庫入面發現咗小米 15T 同埋 15T Pro 系列嘅蹤影。有傳將會搭載聯發科天璣9400 Plus 嘅晶片，並且配備超過7000 mAh嘅大電。根據外媒報道，小米 T 系列嘅機型名再次以畫家嚟命名。小米 15T 內部嘅代號係 Klimt， 亦即係奧地利嘅畫家 Gustav Klimt， 而小米15 Pro 就以英國畫家 JMW Turner 嚟命名，代號係 Turner。呢啲代號都係來自小米最新嘅 HyperOS 2.1 系統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小米 15T Pro 同 Redmi K80 Ultra 共享相同嘅代號 Turner， 咁就代表呢兩款機型喺軟硬件嘅配置相近。不過相機規格就可能會有所不同。從產品嘅型號嚟睇，小米 15T Pro 一共有兩個版本，以字母 G 為結尾嘅係全球版， R 結尾就係代表日本版，而小米 15T 對應嘅型號就以字母 G 作為結尾，而 Redmi K80 Ultra 就以字母 C 作為結尾。淨係喺內地市場度推出。據悉，小米 15T Pro 採用台積電 3nm 製程聯發科天璣9400 Plus 晶片。有內媒話新機會配備7000 mAh嘅電池。不過早前有爆料就指出，話 Redmi K80 Ultra 版嘅電池會達到7500 mAh， 呢一點有待觀察。另外，小米 15T 預計會搭載聯發科天璣8400 Ultra 處理器。至於推出日期，推測同摺機 Mix Flip 系列同步推出。預計會喺9月小米嘅新品發佈會上面亮相。除此之外，喺今個月11號，微博博主數碼閒聊站透露，某款搭載天璣9400 Plus 嘅直屏新機將會配備0916定制版馬達，並且會採用非同質排布嘅同軸對稱雙揚聲器方案。螢幕就係視覺四側邊加大 R 角設計。內媒推測新機應該就係 Redmi K80 Ultra。除此之外，博主仲形容新機整機嘅質感同埋做工都進步咗唔少。除咗人人期待嘅性價比之外，仲有質感上面嘅提升。呢一期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